咱将伊大家引带，而且过来提醒大家，到搭手机的，请过来，伊也是面对震动来维持咱拜堂敬拜的安静。3条，若有喙焦的人，就招困我来啉。姓我的人，亲像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，要对伊的腹内流出。愿上帝话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躯，来进行今仔的敬拜。圣诗第155首，我羡慕真理的神，我羡慕真理的神，求你应验我内面，叫醒我心，捌道理，眼目明白，圣旨，请今日咱做来读。这是咱做伙来体验英文一圣诗的后壁面第35篇以赛亚书55章。现在咱做伙来体验，我来教，请大家来。既然恁喙焦的，就来招滚水。来啊，免问，免价钱。恁啥事开费钱买遐个袂食甜的面？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面。
妖花通找着时来找伊，恶人就离开伊的路，归向妖花，伊要认定伊。妖花讲，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。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搁较悬的路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。无也真正的有证据。我的嘴所讲出的话，也要安尼不断无空空倒转来活食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大山细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，分别发声来替草饲。这是要做妖花的名的纪念。以上。即款至尊至大，阮的神，咱阿爸爸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
我们学努你，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，你受属圣灵甲阮同在，原做你的囝儿，你会引导阮逐工有好的生活、平安，搁有稳定，互阮日日出入平安，得到好的照顾。你下面阮逐工所做，若有错误的，你也收拾阮有悔改的心，常常恳求你的下面。同时，你也设定好的愿望，你也设立好的道路，原不时在追求行天路，去追求你。这种的稳定，这种的下面，原只有大大的苦恼来感谢你。今仔日，你因带阮的脚步来到你的殿堂，我回想过去的日子，你所受赐的满满有福气。若是有拄着恶担当的代志，只要我靠你，信靠你，你也互阮好好行过来。今日来到这，我们安静阮的心，来做伙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你的金句，阮生活会使得到好的引带。但是阮少念着，袂使无通来到咱中间做礼拜，来组织来敬拜你的，无论你是伫外面跑走，无论是伫艰苦病痛中住伫病院，还是伫厝里疗养的，主伊有缘甲因伫地的圣灵，也是伫因心内，互因有平安，互因有得到你的假释。当阮搁组织伫你的殿堂，我们用心来领受你的圣神，因为你早你就甲圣灵来充满伫咱世间，特别是充满伫你的会堂内底。我们追求的都是要继续安怎甲伫圣灵得到好的影响的，我们安怎来传讲出去。这时，我也在欢喜来领受你对阮的萝卜，你的萝卜就小牧师中间所讨办的信息，我们来领受，有咱有新的画面、新的快乐，重新来行头前的路。我来恳求、祈祷，总是把这一切荣耀、一切愿望，拢献做你的罪，你来引带带领，我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所以，遐个念记基督耶稣的打无定罪，因为活命是因的法，伫基督耶稣已经讨放我脱离罪甲死的法，因为律法所违背的是对肉体才无力，上帝就替家己的囝
伊有侪肉体的形状，佮为着罪的缘故，伫肉体中来预定罪恶。而律法的伊点咱为得咱为得满足，就是无照肉体，是照神来行的第50。因为照肉体的意用肉体的事，照神的意用神的事。因为肉体的意用是死，神的意用是活和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用是对敌上帝，因为伊无降服上帝律法，也袂会降服。佮点伫肉体的袂会互上帝欢喜，独独上帝的神那徛起伫恁，就恁无点伫肉体，是点伫神，无有基督的神的，毋是伊的人。第10节，基督若点伫恁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神因为意外，独独互耶稣对死人中国外的伊的神，若徛起伫恁，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国外的，也要将伊的神，就是徛起伫恁的，互恁未死的身躯国外。安尼，兄弟啊，咱毋是欠肉体的罪，必到照肉体来活，因为恁若照肉体来活，就会死。若用神拍死身躯的所做，就会活。既然互上帝的神所带的是做上帝囝，因为恁毋是受着律法的神，至到国行遐，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。对安尼，咱叫讲阿爸爸啊，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甲干净做上帝的囝。17节，既然做囝就做好事，就是做上帝的好事，甲基督当做好事。咱若甲伊同受苦，是要互咱甲伊同荣光。第2位圣经是伫加略太书第4章第6节。加略太书第4章第6节，为着恁是做囝，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，后就讲阿爸爸啊！伊咧后就讲阿爸爸啊！以上上帝话祝福咱听着啦。